几啊年了，反正很多事呀，你要是有控制，往当就推说对的，你那给点兄弟啊，都小护士那，要护啊，你那人有高啊，你那人嘛，有好鱼啊，你那人做事啊，这个是把那可上去啊，人做人啊那也说该啊，也干这干啥。不要干不好，老板很多喽。几啊年了，反正就是这要不就不就往当就最少这个，你那给你兄弟啊，到处就不是那，你那要不啊，我光在养啊，有上吃上去啊，这些呀，你那做帮忙啊。干啥啊？我养啊，啥不要做多，我帮我做喽。来娘菜的，你那还要什么？现在要很有控制，我当时就说这个，你那你是否你是否经过你是多啊？要不就学，要不我帮我做那些的。